这几栋楼都是通燃气的，看一下，屋子里面全部起火了，全部起火，通燃气的，想象一下，不排除会爆炸的，很恐怖啊，真的很恐怖，损失很惨重啊，但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，但是一定不排除里面有人的。你看现在的这个消防车已经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，不能说没有作用，但是真的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因为在这里我看见已经喷了10多分钟了，你看这里火势依然还是这么明显，这个地方啊，目前这应该是香港近20年最大的火災啦。係啊，佢原本燒呢一座先嘅，跟住咧嗰啲火線咧，跟住佢再嗰座，再落下邊嘅，係。